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食安上新的消息。在高雄的汉来海港鸡蛋店，那亲像是发生食安的事件，日闹累计到昨昏暗时8点，就医的人数已经有50个人，症状主要拢是腹肚痛，也有闹为主，也有的是会吐，也相关疫调正在进行当中。检验的结果虽然目前是还未出来。不过，业者是已经决定暂时停营业到4月30。餐厅门口徛暂停营业的告示牌啊，高雄左营汉来海港餐厅鸡蛋店日来发生疑似食安事件，先是3人食饭了后出现走包者的症状，后续佫传出真一人去看医生。卫生局统计到昨暗时8点为止，已经有50人去病院了。初步的一个研判，有问题的一个食品可能有花椰菜、红萝卜、花枝、绿茶，还有提拉米苏、生鱼片等等。卫生局呢正在依照食品中毒的一个流程进行疫情的一个调查。食饭民众拢是腹肚痛、走饱为主，少数有想要吐吐。卫生局目前公布进行相关疫调，甲采检检体样本，在进行卫生部培养检验当中。风险食饭时间也会日中昼茶暗顿时间以外，增加至7中昼食饭的时间。业者决定自到30，佮家己停业2天。有去就医的民众，还有定位他受到影响的民众，这2天我们停业嘛，没有办法来用餐的客人，我们都有一一联络，就是双方协议做到他们能够满意的一个补偿。卫生局怀疑有请假式的参做会食的污染状况，所以除了环境采检以外，看医生民众食过品项包含苹果、人参酱、青蚵仔、沙西米、提拉米苏、冰淇淋、沙拉甲冰壳等，拢被列为可疑的食材采检。餐厅清洗了后，会由卫生局进行复查，若无改善，会依照食安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北市的油旗公司，因污的胡椒粉传出有去验到工业用的苏丹红色素，卫生局是随去抽检，这批那亲像是有问题的产品，差不多有170公斤，可能是已经卖去到全台湾10个县市啊。目前是已经要求业者赶紧回收，先卖个卖。桃园卫生局人员到卖场稽查，看所有好亲像有问题的产品，是毋是已经拢落来？因为新北卫生局预备通报相关县市，由于公司生产的乌胡椒粉，好亲像有工业用的呢这苏丹红色素，其中3间业者都伫桃园。这3家业者是在去年10月至12月进货，其中2家贩售于不特定消费者。另一家早餐店业者进货后再制成黑胡椒酱，用于餐点，均已全数销售或使用完毕。记者是坐到新北泰山巷仔路内的油漆公司，礼拜天门邮来，因为公司的头家表示，真正因为有客户家己送验乌胡椒粉，再验到苏丹红色素，已经通报卫生局。我们交给我们 A 客人 ，A 客人再交给他那个客人，他已经经过了2手的，就是他叫他手上是第2手了。然后他去送验这样子啊。新北市卫生局表示，日来派员去这间公司抽验，各项是有数检验确认，按过稽查发现，这好亲像苏丹红色素的问题产品，业者恐惊已经卖去双北、新德县、台中、中华云林等10县市，已经要求业者爱落来回收。经查，该批产品生产约170公斤，那在检验结果尚未确认之前，已要求业者先行下架。新北卫生局是讲检验结果差不多需要1礼拜时间，在检验结果还未公布之前，已经要求业者爱先把这批产品拢落来，佮通报外县市卫生局进行查核。台北市卫生局嘛发出声明，要求相关业者爱配合一样性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小连续爆出食安的问题，这嘛和卫生局的稽查人员是无用试试。亲像在台北市的稽查人员，因平均一个人一年都要加负担1300件的业务。最近5年，离这个比率已经有到要4成，而且佫拢招无人。台北市卫生局强调讲，会佫继续来招募人才，也拿部分的业务嘛会外包来处理，来减轻大家负担。现在整个保单是还在程序中，是有效期。
由台北市食安官带队到万东百货信义美食街突击检查，足惊宝林食物中毒案再发生。最近食安事件真多，然后卫生局稽查人员真无用，尤其是首先指导的台北市稽查员的工作量真重，平均每人每年负担大约1300外件。近5年来，离职率将近4成，而且公告4摆拢也找无人。只有60位左右的稽查同仁必须负责台北市数以万计的稽查案件，无论是食品的安全、化妆品的安全，还是药物的安全，都是好几万件的稽查的案件量。台北市议员陈贤伟讲，对去年9月巴西进口两检查局通路，到今年2月大肠猪肉散肉粽，3月又有苏丹红风波、日本小林製藥红客事件、宝林食物中毒案，4月所来有王品集团出外香辣这食物中毒案件，稽查员的个不量是最佳无度来消化。朝向增加稽查人力的这个事情吧，目前我们可能会去估测，我们可能会增加27名的稽查人力啊。台北市卫生局强调，稽查员工作内容除了食品，要药检、化妆品、分害者稽查业务。未来除了增加人员，也考虑甲分害稽查者强度无责管的业务，经由外部的方式来一平，减轻工作负担，避免人愈欠愈多。记者综合报道。这一届花莲的大地震造成真侪建筑物变作是危楼，通水大楼已经拆落来到6楼，也若富凯大饭店按算后礼拜就会当拆了。另外，为着甲花莲斗小景，真出名的乐团5月天嘛宣布要伫咧花莲办公益的演唱会。即马大家是拢斗出钱、斗出力，不过这个时阵竟然是传出有诈骗集团偷用灾区已经停业药房的名，伫咧网络顶竟要卖药啊来骗民众的钱。目前警方是已经展开调查。工作人员烧香接到了后，大更夜就开始拆除花莲北滨街2区。另外一边的富凯大饭店已经拆到3楼，通水大楼是拆到6楼。明天会加派2部500型的短手的来加入拆除，速度会加快。目前蓝天历史的部分是持续在填土作业当中。富凯大饭店目前已经破坏到3楼的天花板，那今天预计会将那个3楼以上的那个墙壁做破坏。富凯大饭店1.5月7号会当拆线，到时阵会甲工具刷到，互人伫做红单的结案麦当劳进行拆除。同款有一个搭红单的服务金华公寓大楼，大部分住户赞成拆除重建。县政府表示，听候收到申请了后，就会安排技术评估并排拆。各界拢伫协助花莲重建。中国各大办27表明愿意捐予花莲地动灾区组合处。如果还有所谓的这个组合屋的需要，那我们也请花莲县政府要做完整个灾民的意愿调查之后，再来这个做相关的一个工作。另有抢讲民间善款政府经费拢充足，若做有组合处需求，会当直接来兴建。为了听当地观光，出名乐团5月天宣布要伫花莲办公益演唱会。听到5月天要来花莲的消息，真的是我们在近期整个花莲低潮当中最好的消息了，非常欢迎，而且是我们可以极大的激励我们花莲人的信心。暗过当各界对花莲灾区送温暖的时阵，刷传出有诈骗集团伫网络发灾难财，加讲换伫倒去的富凯大饭店边一间大德药局的名义，开专业卖种用药，药局赶紧报警，警方拘捕了后，嘛已经开始展开追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同款是花莲地动的消息。伫今仔日翻点过1点40分的时阵，花莲发生规模5个地动，而且从4月初3的地动以来，已经发生1300多个地动尾啊。有学者就表示，差不多有9成的地动尾拢发生伫咧岭顶断层，大部分的能量可能已经拢透放出来啊。也拿地动测报中心讲，若照921的经验来看，地动尾可能要3个月至6个月才会变较少，所以民众要是爱特别注意。控诉03花莲规模7.2强度，是台湾对921以来规模上大地动。学者观察控诉03了后，一直出现地动尾，不过9成拢发生伫岭顶断层。观察控诉03主动的所在，基期同一天较大规模6.5地动尾发生伫立雾溪口。4月23起，连续较密集的地动尾较大规模落伫基期，拢伫咧主动破期这边的南北来来回回。研判主动依然伫用着调整。不过岭顶断层可能已经释放大部分的能量。南边还有将近100公里的断层在那边，所以我们另外一种思考是说，
你北边这个70公里已经开始动了，是不是因为北边的应力在调整的过程，会影响到南边？学者分析，岭顶长站属中国长站系统的北端，加中南端的水水长站、地上长站以及路野长站相连。强动了后，整体中国长站系统的应力的分布，爱过来观察。以1951年华东地震为例，当年12月2日，在花莲外海发生2站规模7以上地震，造成美仑长站的损毁。1个月过了后，玉里到地上中间发生规模7.1强震，造成水水长站、地上长站甲玉里长站损毁。不过，地震七报中心认为，地上长站因为在2022年发生过规模6.8地震，估计当地累积能量已经有一寡释放。可能说那边的能放有数会去释放，但会不会再发生1951年的状况？目前是没有比较有可靠资料去统计，真的没办法判断。地震七报中心讲，种控诉控3地震也一直地震尾有继续衰减的情形。不过以921的经验，地震尾可能继续3个月到6个月，期间因为较大规模的地震尾，佮带出一群比较密集发生、数量较多的地震尾。民众也是爱注意地震尾，做好防灾准备，莫过度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台湾各地水气较少，大部分拢是侪云较好天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雨或者是雷公雨，过到中部以北甲东北部，也阁有东部甲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有机会会增加31至34度，尤其是南部外山区，也阁有东南部，较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也那东南部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火烧风。气象署针对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发布黄色的灯号，民众若是出门最多要加啉挂，唔通掉沙。也那明仔会有风面外来，水气会变较高。拜三拜四受到风面的影响，各地较会落雷公雨。北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温度会降低。也那到拜五的时阵，天气就会变较稳定。继续来看中国广东最近拢咧透风落雨，甚至早日的时阵有路边角，甲路边的车还阁有徛过的厝顶结甲破去。另外，伫广州的北分区是出现假热风，强度有甲3级。那真侪人家厝受到损伤，就连电力的设备嘛受到影响。这个天灾至少造成5个人死亡，30几个人受伤。对啊，这过我靠！明明是下晡3点外，暗过天顶笼罩乌云，甚至可是几道解火光。哇，这是啥？这就是塑料东西。而且下晡3级强度的强烈风侵袭中国广州北分区附近，那一寡厝体严重受损，甚至佫影响到电力设备，火光喷几落界，互一寡伫看的民众惊甲一直发烧。龙卷风的强度为3级，属于强龙卷，移动距离大约是1公里。本次灾害造成5人遇难，33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结果伫同一天的时间，广东的增城、番禺这个所在是落冰雹。鞭炮数量真侪，为天顶落下来的声，那亲像枪支甲炮弹攻击，也地数有建筑的厝顶受损，玻璃破去，甚至车都好结甲密密麻麻。中国广东前几天早透强风性大雨，结果2次佫同时拄到强烈风甲冰雹，至少5个人死亡，33人受伤。广东气象局初步分析，是因为进前这阵啊，为南海的西南温暖搁湿的气流增强，广州长时间拢伫个高温高湿的大气不稳定的状况，同时佫预估强对流天气形态还佫会持续，所以第一时强降雨、透强风加雷公性的情形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继续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今年四级自专的统测英语类专业科目日期是已经考煞。全国教师会发现讲，综合测验内底有题目是抄2篇文章的，敢若甲少数较困难的字汰掉，其他是拢同款。所来测验中心会去请教命题教授，也有专业人士的看法，来决定后续处理的方式。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刑事警察局顶一日查到中国籍的配偶郑主管，伊收购台湾的护照，结果以30倍计数转手卖去中国的这个案件，有50个中国人摕这个护照非法走去欧洲。根据外交部的统计，
最近这5年，咱国的民众平均一年有1万多本的护照拍无去，去年甚至有甲37000多本拍无去。过来，咱来看联合报。中国海军甲空军昨日伫咧台湾附近举行联合战备的警巡，拢总有12架飞行机下过海峡中线，上近敢若离家人37海里，差不多是68.5公里。这是已经伫咧台湾防空飞弹烂在范围内啊。继续咱来看，国民党有17个立委昨昏半暝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回来到台湾。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集人鲍昆基表示，两方的关系总算是有改善，希望会当赶紧来全面推动交流。两岸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在观光旅游以及农特产品，还有航点等等，有非常多的收获。再一次的希望我们两岸能够尽速的全面的来推动交流。这一届国民党17个立委2、6出发去访问中国，除了参访自动驾驶车，嘛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见面，而且嘛有拜访中国文理部甲海关总署，嘛甲台商进行座谈。今仔日早起会伫立法院来举行说明会。这届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鲍昆基带团去中国北京访问，中国独遂宣布要开放福建的民众去马祖旅游。中国甚至要重新批准进口咱台湾的文旦等等农渔业的产品。有专家指出，中国都是利用国民党来甲民进党政府来施压。因那陆委会是讲，敢若开放福建的民众来观光，这并无符合对等开放的原则。两化观光的困局传出解决的希望。中国文旅部副部长姚宽28会见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鲍昆基率领访问团，随即宣布开放福建民众赴马祖旅游，也伫便谈甲台湾海上客运航恢复了后，恢复福建民众来台团客旅游。福建省有4、5千万的居民，这样子的一个旅客能量，对于台湾各县市的观光来说，都是一场及时雨。随后，中国移民管理局也宣布，5月7日的7点开放北京、上海这20个城市，会用专程伫网络上申办部分附带证。另外，毋观光，中国海关总署也选伫刚刚宣布，未来依法批准符合中国检疫要求为台湾文旦优质的农渔产品输入。可以多一个行销的通路的话，那对于我们文旦幼农，它相对的是有一些正面的帮助。农业部目前尚未接到正式的一个讯息，中国在开放这些农产品的这些检疫条件，能够透过这个平台来进行沟通跟确认。农业部强调，未来依然继续开拓高端的市场，针对中方一讲提出3项善意。学者分析，对中共20代了后，电话就伫调整对待政策，要贯彻全面融合交流。不过，要注意，中方常常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谈判手法。中国共产党在对外谈判的时候，特别是跟他的对手谈判的时候，往往强调一手硬一手软，好像把一个恩惠做给了在野的国民党。可是呢，给民进党更大的这个压力，就是说我开了一个小门，那么看你要怎么来回应。陆委会是表示，对方以平潭航线和航为条件，来源也只是限定福建的民众，其他地区并无同步来开放，无符合对等开放原则，也毋是观光旅运正常的形态。后续会由相关部门进一步来整理厘清，才个做出决定，确保健康有顺序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之前伊常常伫咧监狱内底过身，外界拢真了疑，感觉讲伊可能是去予罗西亚总统普丁下令抬死的。不过，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的情报单位调查显示，普丁可能无下令甲纳瓦尼抬死。不过纳瓦尼的幕僚伊是随出来喷讲，美国的情报单位是伤过天真。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今年2月中旬传出伫北极圈流放地监狱内底过身，因为是常常发生，加上纳瓦尼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廷伫政治面顶的竞争对手，和纳瓦尼的幕僚甲家后拢指控纳瓦尼是受到普廷谋杀。虽然俄罗斯政府否认，也毋过外界有关伫质疑。暂时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引用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显示调查结论是普廷可能无伫2月下令杀害纳瓦尼。
материал, я бы не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материал высокого качества, который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какого-то внимания. Такие очень, я бы сказал, пустые какие-то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Видимо, подкинули для субботнего чтива для мировой аудитории. 媒體報道指出，美國是根據所有相關的機密情報、甲納瓦尼死亡的時間，佮對普廷3月尋求連任的選舉無好影響等等做評估，才討論出來結論。嘛，甲這份上新的觀點傳達予部分歐洲情報單位，也毋過歐洲部分國家有關懷疑普廷有直接牽連。美國的報告嘛認為，普廷愛對納瓦尼的死亡負擔部分責任，並無免除普廷的全部責任。對於這份調查，納瓦尼的前幕僚沃爾科夫喺社群平台 X 發表聲明，講認為普廷唔知前嘅調查是真天真的，這款講法是無了解現代俄羅斯嘅運作方式。而普廷頂個月表示，官方已經準備好以換還人嘅方式，將納瓦尼交予西方國家。調解是納瓦尼永遠未返去俄羅斯。也毋過納瓦尼創立嘅反貪腐基金會指期，普廷就是伫咧知影這個計劃了後，才決定將納瓦尼除掉。公視新聞係同編譯。繼續來看美國電動車的大廠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二八時陣伊向去拜訪北京，而且甲國務院總理李強見面。外界預測，馬斯克即屆去中國會討論要佇咧中國推出全自動駕駛的軟體，也閣希望會當得到批准，會當摕到中國境內收集的汽車的數據，而且會當轉移去外國，讓自動駕駛技術的演算法會當愈來愈強。It's good to see electric vehicles making progress in China. All cars will be electric in the future. 馬斯克這段行程無事先公布，伊佇北京甲國務院總理李強會面，這是伊過11個月佫一擺訪問中國。李強表示，特斯拉在中國的發展堪稱中美經貿合作的成功範例，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將始終向外資企業敞開。中方言出必行，將在擴大市場准入、強化服務保障等方面繼續下功夫。馬斯克表示，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是特斯拉表現最好的工廠，這得益於中國團隊的勤勞智慧。特斯拉4年前推出 FSD 全自動駕駛軟體，雖然消費者需求，不過到現在無佇全球第2大市場，也就是中國出來。馬斯克這1個月捌佇 X 回答相關的問題，表示特斯拉的 FSD 真緊就甲中國消費者見面。特斯拉為自控制1年以來，攏照中國監管機關的要求，將車數據來限制儲存佇上海，無轉移到美國。根據消息真多講法，馬斯克這一段北京的行程，一個目的就是尋求北京的批准，將這數據傳出到國外，和 FSD 的演算用還是強化。公視新聞黃雲玲編譯。最近這幾年，中國為咗要達到2060年零碳排的目標，伊是大力推行電動車。其中迷你電動車唔但輕佫俗，而且使用嘛真利便。伫咧23線的城市是真受歡迎。其中伫咧廣西的柳州市，就互打造做電動車之都。彩色標頂關寫中國新能源汽車城志向，頭前的停車格每一台攏是迷你車，就連路來來去去的車也攏是互兩人坐迷你車。中國電動車市場真大，為出入方便，迷你電動車正做當地23線都市居民上喜嘅代步車。其中車商50香港推出的迷你電動車，因為價格無懸，真受省會甲都市甲小城鎮居民的歡迎。方便，而且便捷，你看充電到處都有充電樁，而且停車位都是為這種新能源擺的。這個車就是拿來接送孩子啊、買菜啊、上下班的。廣西柳州是一個有400萬人口的都市，在中國都市當中是3線都市，也是50香港汽車的生產地。為何居民上下班用永續能源，當地政府提供設充電站、停車費優惠加買車優惠。好一台迷你車只需要人民票4到6萬塊，合台票差不多17萬5到26萬塊。經銷的介紹加上代步方便，充飽電用使215公里。和迷你電動車第一個都市攏總有看到，因公司大街小巷攏有迷你電動車出現。大家買電車可能就是因為油費比較貴，比我們的可能就是目前的工資水平，怕是養不起那個車，所以其實包括我和我周圍的一些同學同事啊，大家都是選擇新能源電車的。
虽然中国国内也有其他车商，亲像东风、奇瑞、吉利汽车等，拢有生产迷你电动车。不过，个人汽车培养一定重视的少年女性消费者，用汽车包包为家己车打造出高水的造型，吸引较侪消费者眼光。资讯机构中国汽车动产创办人透露，认为愈来愈侪人因负担买车的能力，也表示不过将车当作是一种车，是偏向流行配件。我觉得很可爱啊，所以就贴了。然后很多车都贴了，像我们那同事贴了又换了整个车子换了个颜色。虽然真受二沙线道车欢迎，不过考虑换车的驾驶，烦恼迷你车结果甲缺少安全气囊，无法度安心换车。二沙线道市也较无充电设施，加上车厂赚的钱较无，拢可能限制迷你电动车未来发展。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才可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今仔日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电话的时阵，接到英国人质风放出来，加沙就随停火等等才会谈判来进行检讨。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进行到5月7日中东访问的期间，会去拜访以色列还有约旦。日本5个国会议员最近参加九湾市政府的调查团，去钓鱼台附近的海域来视察。这个消息一个出来，中国是去甲钓卡断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边表示，已经有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中国的海警船嘛根据法律来执行维权的行动。来关心泰国连续几啊天极端的高温，礼拜时阵体感的温度甚至有甲摄氏52度。当局公布，今年已经有30个人因为高温来死亡。泰国的能源部嘛讲，用电量伫咧27暗时的时阵有破纪录。镜头转来咱国内，咱台湾这几年是真接传出偷渡的案件。海巡警方分署4月27日伫咧新竹抓到一个人口买卖集团带头姓陈的人，伊捌包办几啊件偷渡的案件，人数有甲100多人。包括2018年台东越南偷渡者渡水的这个案件，海巡怀疑讲今年3月底有外籍货船伫咧中国沿海去到接这个偷渡的人，这个事件嘛是一触即发。专案已经移送高雄地检署，由检方来调查当中。海巡警方落车渐渐包围红色的铁厝，提枪的海巡已经队员入去厝内，抓到人抓集团首脑。我都没有动，你怕啊？海巡警方分署高雄查缉队甲屏东新竹警方等单位，27透早伫新竹县新丰乡一间铁厝，抓到人抓集团陈姓首脑。因为偷渡案方通缉的陈姓嫌犯，规划过真侪件偷渡案，偷渡人数超过100人。有导致越南人士搭乘橡皮艇于海上翻覆落海死亡情形。目前同期中，专案小组为尽速追捕陈嫌到案，兵分多路连日跟监搜证，并于确定陈嫌动态后，动员大批警力于新竹县新丰乡一处铁皮屋强力攻坚，顺利缉捕到案。16个。2018年3月，海巡伫渔船船舱发现真侪越南偷渡客，另外阁有3个人想要对台东上花却不幸毒死。这个案件就是陈姓嫌犯主导。今年3月底，一只科麦龙级集货轮伫中国沿海接15位越南偷渡客，海巡怀疑同款嘛是陈嫌策划。这个收完了吗？专案目前已经以违反出入国家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检方后续会厘清陈嫌所涉犯的案件。记者陈焕武、陈显坤，新竹高雄报道。交通的消息，咱继续来看，伫咧中华园林的园南路，4月27日的时阵，发生一只货车驶的煞冲去对向的车路，弄到庙、过路人也有车辆，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然后伫咧台中的南屯，有汽车伫咧花雕线无停落来，去弄到1个过路人，但是准备都爱食红单。小货车的车头拢报销，驾驶卡伫咧内底袂顶袂动，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拆开车体才救出来。中华县园林市园南路拜六下晡4点左右发生重大车祸，61岁黄姓男子开着载木材的货车，不明原因下过双线冲去对面的车道，弄到护栏甲墙尾啊，还有边仔的友谊马池，最后阁弄到一台小型巴士才停落来。3点外的时阵，公司不到也要落1点心，
那在那赛去弄对爱投入强烈时阵，讲你看这严重着，你看嘛一个。车祸普及当时伫咧庙头前开讲的49岁吴女甲63岁温女，两个人受伤送医无生命危险，但是驾驶送往园林基督教病院急救了，宣告不治。当地里长讲，男疑似是巴肚枵，想要开车来找物件食。事发路段是路架，已经是3年以来第3件的车祸。警方讲驾驶酒测无啉酒，肇事原因也搁有待调查。不明原因跨越双黄线失控撞击有因妈池旁2名路人，目前2名路人伤势无大碍，目前肇事原因警方正调查中。台中是有行人恐龙的意外。76岁林姓男子24号暗时开车经过南屯路向新路倒弯5环西路的时阵，无依规定行倒弯的车道，而且无停留当行伫咧斑马线顶悬的一架火啊死的人，互因踹一个赶紧向外边来闪避，造成其中一位22岁张姓女子受轻伤。有行人通行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致人受伤，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1年。张女自行就医无大碍，啉完酒却无啉酒。警方表示无停留行人，先通过致人受伤，会使出7200至3万6的罚款，吊扣驾照1年。详细肇事原因归属有待厘清。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同款是交通的消息，桃园市去年发生侪伙人交通事故伤亡的人数有6600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9%。根据桃园市交通警察大队的分析，这事故内底侪伙人骑奥多摆未负反应，也有大型车内敛差的事故，这2项是占上侪。所以最近因拍宣导影片，希望互老大人交通安全的观念会当更加进步。今年3月中，观音区发生一件81岁老阿伯骑机车无注意头前的情况，对弄路口伫停等红灯的车。4月初伫龙潭区嘛发生76岁老阿伯违规超车，机车去互大型车内敛插卷入去，2件事故拢造成1个人死亡。相对的是有比较危险一点。那你有看过什么样的状况？包含在马路上的一些专注力，或者是不打方向灯直接左转右转。我觉得老人家骑摩托车是毕竟比较不容易去注意到，而且有的老人家也会觉得说，他们如果这样骑过去，年轻人就应该要让他什么的。根据交通部的统计，112年全国发生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伤的人数，拢总73000多人，其中桃园6651人，比同期增加3.9%，251人。分析原因，以高龄者骑机车反应未负，也有大型车内敛车的事故占较大面。本局主动拍摄影片，提醒用路人注意内轮差，并使用实际新闻、影音案例当作教材。透过社群网站及里长群组及高龄者关怀据点放送。针对最近一寡侪伙人骑车甲大型车同齐行相 A 这个事故真侪，交通大队也用实际新闻影音案例做教材，翕交通宣传影片，建立高龄者交通安全的观念，鼓励真多侪大众运输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推广客运车做公车已经几啊年啊，最近佫增加3条路线，要互时代。也阁有身心障碍者，若是要去互医生看，甲买物件，会当佫较利便。屏东县政府自2018年开始推广计程车做公车，为着要互计程车公车路网更较完整，今年扩大服务8个乡镇，嘛伫嘉东乡正式试营运。规划3条路线，方便社区时代甲身心障碍者去市内看医生、买物件。中华伊的身体佫加偌健康的哈，要来对啊，就来叫你就有，安尼哦，介方便，真好哦。那现在目前的话，在我们嘉东乡有3个路线，有2条路线。北嘉东跟南嘉东都是往那个安泰医院跟辅仁医院，也会经过林边。那另外一条路线的话是走枋寮的部分，就是枋寮西线这样子。屏东县的客运车公车除了部分车帮需要先注文才会当坐，其他包括即届增加的3条路线在内，拢会甲一般的公车同款，照时间表到各地车牌。坐客运车公车一届10块，若是摕敬老卡、铺盖卡，屏东县府逐个月补助500点，会当用卡片内底的点数纳车钱。坐火车、市区客运、公路客运嘛会当使用。嘿，因为客运车很多地方都到不了。我们现在执行的路段就是旅行这个
这个就是等于是我们的旅游末端嘛。我们就是客运车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进来。嘿呀，不然我们很多长者他没有办法出门。客运车公车串联市区、医疗、学校，正做偏远地区时段看医生、学生上课和居民买生活用品正重要的交通工具。官府表示，客运车公车目前使用量已经比以前成长超过3成，未来继续扩大服务，和照顾路网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5月份就要开始报税啊！今年财政部将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为196000块调悬到202000块，按算有200多户的受惠。另外，嘛有因为即马未满18岁就成年啊，今年满18岁就会当单独来申报，有机会会当纳较少咧。112年度综合所得税计算申报对5月初开始，今年人有感觉的报税新制，就是每人年度基本生活费调悬6000块，免税金额是202000块。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啦，可是帮助真的没有很大，因为看，我觉得现在物价真的都很高，多少会有一点帮助啦。对，那比较担心的是电价涨，所有的物价就跟着涨。以一家4个人为例，若是适用5%的税率，总共会使省1200块。另外，还有多项新制，包含引用并发向下修正成年的年纪，满18岁。除了伫学校读册，也是身体障碍无性能力，会使列做抚养以外，会用选择分户申报，有希望会使节省这个税金。要一般盈利事业和员工的伙食代金，每人每个月3000块以下，免算是员工的薪水。另外，因应财政部向下修正巨济房屋以定金额标准的规定，所得计算要调整。另外 ，CFC 制度今年也是头一摆来申报。到底它在低税负区，例如像开曼群岛啦、维京群岛啦、香港、新加坡这些低税负区，如果设有关系企业，直接间接持股50%以上，会有重大影响力哈。那这个时候你就去填这个附表，你将会知道你到底符不符合需要申报。财政部提醒，今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缴纳对5月初1到5月3日为止，民众会使经由网络也是手机先来申报，下载查调资料税额估算表。另外，若是因为受到地震影响，无多伫规定期间内底缴清这个税金，影响国税局申请延期，也是免10分期来缴税。记者综合报道。伫彰化县的大城乡公所，按算要伫咧第6公墓起第2间灵骨塔，这消息出来是引起在地人的不满。不过乡长讲，灵骨塔的塔位目前是已经无够用啊，都要另早来运用，而且会继续沟通甲推动。反对竞争第2灵骨塔。伫传来信仰中心专案抢救布条抗议，彰化县大城乡顶庄村200村民宣布成立自救会，反对乡公所伫当地兴建第2灵骨塔。你要做爱做较公平的啦，落村来抽考嘛袂要紧啊。村民表示，顶庄村人口少，境内第6公墓内已经有一个7000塔位的灵骨塔，即马要阁起新的阴阳失调会加强，而且移灵地离村内敢若200公尺，分明是欺负当地人。按过乡公所是讲，第3公墓灵骨塔已经满，第6公墓灵骨塔嘛剩600个位，爱量早运用。阴的世界里面变得越来越多啊！我村子里面人口本来就不多。所以本来只有600多个，涉及人口只有600多，现住人口大概200多。一座第3公墓那骨塔已经饱和，第6公墓已经剩下500-600个柜位，那个一座那骨塔要2到3年呢，那你不赶快着手盖？目前乡里面也有8个长者停柩在堂，因拢火化不要坑得多。陈玉照认为，当地第6公墓都已经迁总完成，有完整的殡葬用地，而且彰化县26个乡镇市有18个公墓内有2个灵骨塔，大城乡确实有新起灵骨塔的需求，所以会继续推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山区袂少，而且山林内底嘛有真侪当散步的步道。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从2006年开始投入步道的修复。将会因办第4届英运步道赛的这个奖项，得奖的人因拢是在地利用经验，也佮有自然工法来医护，也佮有修复步道专业的人士。有一些缝隙，让小鱼可以躲啊。
澎湖石虎是出名的景点，也是古早猎鱼的方式，代表海洋渔业文化的一层。不过，想要维持石虎的完整，需要专业的师傅来修理。其中，乌西乡红螺村的石虎钢板，利用专业的塔贴工艺，搭配水文海流的知识，要传承石虎的修复技艺。自己家有时候就是跟着长辈一起再下去修，最主要是潮汐，从近的开始一直修到远的。年轻人返乡回来，就有帮我们做记录、整理一套的功法出来。我们才觉得那个真的有一点点技术在。利用在地环境，会当将压的天然资源，加石虎也是山林的步道修理好，这拢是步道师必须掌握的工作。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为2006年开始投入步道修复，今年办理第4届的英语步道师的颁奖，来表扬步道师为环境甲文化的奉献。为了我，就要把很多地方的这个弄得最平，让这个我自己最好走，不是的。我们开始要注意到说，有生物的多样，也有共同大家在这个生命的世界里面共生共存。我们去标的每个案子都没有人要标，没有人要用手去做步道，这么辛苦的爬到山顶上，所以我们永远标得到，因为那是一个不是一个可以获利的工作。除了澎湖的石虎修复，今年协奖团队也有屏东来义乡的白鹿部落修路立户的古道节，也有伫高雄六区利用好存圆石啊来踏步道的步道师谢福兴，因用专业的技术，确保手工做的步道对环境生态甲人类行大安全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顶北乡丰义堂的新十家奖。因是当地真有代表性的家长团，成立到今已经超过1甲子。丰义堂今年4月份嘛正式登录做嘉义市无形的文化资产。家长的导师带成员伫庙埕头前练习脚步，嘉义市的顶北乡丰义堂，大礼拜六暗时拢来遮练习。除了导师以外，丰义堂阁有民俗甲法师，这3处的家长文化，和丰义堂伫今年登录做嘉义市民俗的无形文化资产。咱的3处就是民俗嘛，导师，伊当着法师。民俗伊负责的就是咱的民谱这个传承。关系到法师就是咱这法师就是负责着这无形的。阮这脚步和人一般会甲无啥共款，阮为阮以早先师甲阮教就是拢。比较甲拳头部这类的。丰义堂表示，因的家长团成立到今超过60档，成员拢是在地社会的民众，一代传一代，会来申请家己市无形文化资产。除了要延续家长文化以外，嘛希望会当互社会对家长团体有正面的认捌。阮规规矩矩咧做阮的代志，为什么阮家己莫名其妙去用大抹抹的负面标签？所以，阮才会主动，这是我第2个要杀出来的原因。我要把这个标签掠掉。阮这嘛是一个小所在啦，会当讲互文化局安尼甲阮认同，当然是一个足大的鼓励。丰义堂讲，因开当外的时间整理资料，去年向嘉义市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即马通过了后。刷来会开始邀请学校或者是社区，为文化艺术的角度来推广，甲家己过去家长群的文化继续传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5月份开始，包括高中生的会考，才大大小小考试都要起过。在台南的固定古迹台湾府城隍庙，都举办顺利祈福的活动，是请真侪人来遮拜拜，祈求会当考到好成绩。学生穿苏身服兼排得人啊，沿路行去清代时期的台湾府考评遗址，避风带大家认捌地方文化，兼体验早前考生许多的辛苦。当这阵升学考试要登场，未少人会去拜拜求考运顺遂。其中台湾府城隍庙主神威灵公，教前24所的学证书参考公司，嘛有咧相关考试。避风2728办祈福活动，佮头摆邀请外国人做伙参加。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把所有的祝福全部都融合在这些的活动里面，发现那边的文化那么多元，很特别。我觉得让我跟你们一起参加，让我很开心，很感动。咱庙后拄有一个清代的考棚遗址，较早伊是会当容纳3000了迄个考试桌椅的，来感受到迄个考试的
考场的迄个气场。孙内活动唔敢若伫庙内咧行搭，因阁去孔子庙向孔子礼敬，才算完成高升之路任务。过程当中，路面常在拄着落行、冒爬行的路段。庙方讲，这阵啊亲像考生准备考试的过程，需要一步一脚印。我嘛希望讲伫咧沿路的时阵，互因行路吼，像这段路是一直行，愈来愈行愈悬，愈行愈悬，啊嘛，代表讲因伫咧学习的这个阶段，考试的阶段是一步一步向前行，啊慢慢啊，会当愈来愈悬，愈来愈好，安尼意思。庙方结合在地特色，嘛传好彩头的物件要送互学生。像讲有府城8档的米糕粞，处伊的中文音有金榜题名的意义。虽然有牌有保庇，也毋过考试若要顺利通过，上重要嘛是爱靠家己认真读册。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那讲到荡球这项运动，伫南投信义乡已经施行20多年啊，嘛有立即因乡运正式的项目，一年办一届，希望要互大家会当交流球技，嘛会当以球来会友。选手甲安怎拗嘛找无适合球道，这个角度看起来有影将硬斗。有，我今天跳进了。规个人强要拍伫桌顶啊，要是无依法，边仔观众和对手拢在偷笑。南投信义乡有袂少乡亲拢介意耍荡球，逐年拢伫专项运动会博感情。今天代表新乡来这边参加撞球，我觉得蛮好，因为这个撞球其实外面都在推行，所以其实乡内有这个活动其实不错。啊，我们的部落常常就是有玩撞球，他们知道我会打，就我们的队友说跟他们一起来玩啊，蛮开心的，而且可以跟别的部落这样子交流打球。虽然即马耍荡球已经无像较早遐流行啊，不过南投信义乡煞是发展20多年，早就真侪专项运动会比赛的正式项目，互无共部落的乡亲透过荡球交流。撞球运动总共有6队报名参加比赛，它分5点，有男单2点啊，一个混双啊，一个女单啊，一个男双。共5点比赛啊，抢5战3胜制。我们也谢谢那个信义乡公所啊办这个活动，让一些人不要一直玩手机，可以打一些撞球。真侪选手拢是自少年就开始耍荡球，公所愿意支持佮办比赛，伊拢感觉真欢喜，嘛希望现代少年人会当做伙参加这项运动。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Titanic》这出电影，迄当阵是轰动全球，这嘛是历史上真实的事件。日前伫英国举行一场《Titanic》文物的拍卖会，有一粒真受关注金的怀表，以加上税金100多万英镑来成交，差不多台票4800万，这是创下《Titanic》文物内底上悬的金额。时间回来到1912年，铁达尼号头一摆航行的时阵，欢喜的乘客伫船顶甲码头边的厝内底人会手再会，真有代表性画面，真侪电影题材轰动全球。也那即阵沉船顶边的各式文物，也是收藏家互相烧钱想要订的物件。英国里设一场拍卖会，上受到注意的金的怀表，原本是船顶上好嘅乘客阿斯特的物件，原先估计是15万块英镑，无想到后来以6倍计价，90万英镑成交，加上这个税金，每家爱付117万5千块英镑，创下铁达尼号文物内底上悬的卖价。当时再有超过2200人的铁达尼号，因为弄到冰山，造成1500多人死亡。相传铁达尼号伫沉去时阵，小提琴家留伫船顶演奏到最后一刻来安慰人心。这个原本用来装小提琴的皮包，流传后世，特别有意义。最后也以29万英镑来成交，含税了后，折合台票大约是15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古巴的波雷罗舞曲。互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作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种舞曲是慢板的拉丁舞曲，会当伫各种的场合来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波雷罗舞曲伫咧城市甲乡村，即嘛已经发展出新的创作，也有无共呈现的方式，这嘛互人民的生活有无共款的灵感。
浪漫的歌词，失去了过得到的爱情，透过音乐传递，邀请情人因做阵跳舞。普里鲁舞曲伫咧各种聚会，甚至是个别式代代相传，唱入古巴加墨西哥人的心内。Una emoción que tú sientes cuando tú escuchas un bolero, te vienen muchos recuerdos, te da paz, tranquilidad. El bolero sale de ahí, de ese sentimiento que tenemos acá adentro, que no lo podemos ocultar los cubanos, sale de ahí. 这马普里鲁舞曲和联合国教育文组织列做非物质文化遗产。UNESCO 驻当地代表认为，普里鲁舞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会当帮助其推动。联合国教育文组织讲，普里鲁舞曲是活的遗产，伫咧城市加庄卡一直发展出新的创作加解说，互追随者加承载者伫咧生活中每一个时刻提供灵感。El reconocimiento de la UNESCO siempre pone luz sobre una práctica que a veces hasta los portadores consideran que quizás no estaban tan apreciados. Y cuando tienen este reconocimiento, eso les da así una energía renovada para practicar su arte. 普里鲁舞曲是慢慢的拉丁舞曲，1883年伫咧古巴东部出现，源自温柔诗人运动，正紧就传播到墨西哥加拉丁美洲国家，以影响现代布朗民歌舞蹈的发展，也应用伫咧古典音乐。像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就把参考西班牙式的普里鲁舞曲，创作出单一乐章的交响曲加芭蕾舞曲。Incursionado en el bolero, he puesto mucha fuerza e incluso hacer casi una labor social para que los jóvenes se interesen en el bolero. Y esta inclusión que nos ha dado la UNESCO realmente ha sido una bendición. 普里鲁舞曲会当伫咧海边啊传达情意，会当伫餐厅食饭时阵伫咧边啊拍照，和联合国教育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创造起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1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